最近无落雨，这台南的闸门水库甲南化水库的欠水率全部到4成。台南国校内面人数第4届海东国小学校也开始推动这爱护地球行动。学校内面的中央厨房，逐工就爱款3000人的中透顿，因甲这洗菜水全部回收摕来压过，一工上无会当省600立的水。 中岛两只线，两个囡仔一组，对学校灶骹甲大水桶塞出来。详细看水面，佫有一寡菜油啊，因要甲摕来压树栽甲校园的菜色。台南海东国小专校有上千个学生，学校佫设中央厨房，爱提供附近的学校中斗顿，拢总爱款3000人的份。干那洗菜用水量就真少，但老调真拍算。为了省水，校方买手甲水回收再利用。休困的时间来迄个菜园。 压水收获吼，就好诶吼，然后花拢洗甲真水。来做这个行动安怎？做好，因为会当爱护地球。咱的囡仔吼，就是爱安那节约用水。啊，阮的迄个水龙头嘛都有特别的设计，水量变小，让孩子平时在学校里面就养成这样用水的习惯。校长讲，几当前因为南部欠水，学校才开始将水回收再利用，逐工上无通省600公升的水。另外，学校环保行动做甲真彻底，连摒扫的家私有7成拢是修理过，搁再利用。卫生组长那像魔术师，甲歹去的物件摒洗修理，比如讲保乳的便当器，伊就甲摕来倒粪斗，就会当搁使用。那一般咧讲资源回收，其实更较重要就是。 减量啊，个再利用，来当物件咱一直再利用，延长即个物件的寿命。啊，咱会当尽量卖买新的，减少地球的即个资源的浪费。学校带头甲学生用实际行动爱护咱的地球，就毋茫甲环保影响的观念向下定根，通减少对地球的损伤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